家好，歡迎大家嚟到 KOL 新潮流嘅第4堂。而呢一堂亦都會講解我哋點樣喺串流平台上面進行唔同嘅操作啦，同埋編輯唔同嘅內容嘅。首先，我哋嚟認識一下乜嘢係串流直播先。所謂嘅串流直播就係指我哋喺網絡實時傳送一啲影音嘅內容嘅技術，等用戶可以即時觀看同埋參與互動嘅。由於因為有高度嘅互動性啦，所以直播就成為一種非常受歡迎嘅媒體形式啦。直播呢，支援多平台觀看啦，亦都具有商業嘅潛力。一場成功嘅直播呢，需要穩定嘅技術支援啦，例如良好嘅網絡連線同埋影像嘅設備等等。同時，直播主亦都需要觀眾嘅實時互動啦，根據觀眾嘅反應嚟去作即時嘅調整，進一步提升觀眾嘅參與感同埋觀看體驗嘅。接下嚟呢，我哋都會講解一下我哋點樣喺 IG 同 YouTube 上面呢進行直播啦。我哋會介紹呢兩個平台呢一啲共同嘅操作步驟。首先就係設置設備啦，我哋要確保我哋嘅網絡連接穩定啦，我哋嘅影像同音訊係正常運作，包括我哋嘅鏡頭啦、麥克風啦，同埋我哋嘅直播平台。喺登入咗賬戶之後呢，唔同嘅平台呢亦都需要呢一個串流嘅鎖匙。例如 YouTube 需要呢設置直播標題啦、描述啦，同埋呢一個嘅私隱設置之後呢，先可以攞到呢一個嘅串流密碼。相對而言呢， IG 嘅直播門檻就比較低啦，用戶呢只需要設置咗標題呢，就可以即時開始直播啦。當我哋設置好設備同軟件之後呢，我哋建議先進行一個串流嘅測試同調整，確保咗我哋嘅直播輸出穩定之後呢，就可以開始我哋嘅直播節目啦。而 YouTube 嘅直播功能呢，亦都需要佢嘅賬號至少有50名嘅訂閱者，先可以啟用到呢一個嘅手機直播功能㗎。我哋而家討論 YouTube 同 IG 上面嘅內容編輯同剪接技巧。雖然呢兩個平台功能上相似，但都有唔同嘅地方。IG 就支援發布貼文啦、短影片、直播同限時動態，而 YouTube 就以長影片為主，適合深入內容嘅創作同教學類型嘅影片。不過 YouTube 亦都唔支援限時動態嘅分享，而佢嘅內容呢，亦都主要係長期嘅存檔同累積嘅觀看。喺呢度呢，我哋亦都會介紹唔同類型嘅內容嘅用法。無論你係出 post 定係出 reels 或者係 shorts， 第一步都係開啟呢一個平台功能，點擊中間嘅加號，然之後選擇出 post、貼文、短影片、直播、限時動態定係長影片嘅。選擇貼文嘅時候呢，可以先選擇相片。選擇完相片之後呢，可以調整一下色調同埋濾鏡嘅效果。然之後分享內容同感想，設定咗私隱同發布選項之後呢，可以即時發布㗎喇。而發布短片嘅操作呢，同貼文嘅步驟呢係非常相似嘅。喺 IG 入面呢，我哋可以揀 Reels， 用鏡頭呢即時拍攝，或者喺相簿入面呢揀一啲未發布過嘅影片呢嚟去做剪輯。而 IG 呢亦都呢支援 Remix 混剪呢一個嘅功能，用戶呢係可以參考呢或者直接使用其他用戶嘅分鏡呢嚟去編輯影片嘅。而 YouTube 嘅短影片 Shorts 就提供即時嘅錄製啦，或者係上傳現有影片嘅功能，可以再加入文字、音樂同埋一啲嘅特殊效果。喺編輯影片嘅時候呢，我哋可以調整畫面啦、文字啦同聲音嘅。當剪完片之後呢，記得要寫低你嘅標題，調整好你發布嘅設定，例如公開、私密定係限定對象啦。當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呢，就可以即時發布噶啦。又或者選擇儲存為草稿，方便你日後作修改嘅。喺內容編輯上面呢，我哋都有一啲嘅技巧同建議。首先，
視覺嘅元素，例如字幕啦、文字啦、圖案裝飾啦、畫面嘅大細啦同調色等等。其次就係聽覺嘅元素，包括背景嘅音樂、配音同聲音特效。喺 IG 上面點擊影片之後呢，可以選擇編輯影片嘅功能，作進一步嘅調整。你可以調整影片嘅片段嘅長度啦，或者刪除唔需要嘅部分。你亦都可以添加唔同嘅畫面啦，同聲音特效，調整畫面嘅大細同比例，甚至係調整影片嘅速度嘅。你亦都可以加一啲嘅過場嘅特效啦，包括淡入、淡出、放大、縮小或者牽頁嘅效果。為咗方便觀眾理解影片嘅內容呢，字幕或者文字嘅描述呢係必要嘅。你亦都可以呢去加唔同類型嘅文字特效啦。喺剪片入面呢，調整文字出現嘅時間呢係一個好重要嘅技巧，因為咁樣係唔單止可以作為畫面嘅輔助嘅工具啦，亦都可以呢幫到觀眾呢可以更加好咁樣理解當下畫面嘅資訊。呢一個呢係剪片入面呢幫助到觀眾了解到影片嘅內容嘅一個最重要嘅環節。除此之外啦，聲音亦都係影片製作入面最關鍵嘅元素。我哋亦都可以進行配音啦，選擇合適嘅音源同埋背景嘅音樂。點解配音要擺到最後呢？因為喺剪好晒所有嘅畫面，確保咗每一個畫面表達嘅意圖之後呢，配音同背景音樂係能夠增強咗成個影片嘅氛圍，可以幫到觀眾更加投入到同理解到影片嘅內容。透過你嘅聲音，觀眾更加能夠可以正確咁捉住到影片嘅中心思想。去到呢度，相信大家都學到好多關於 KOL 嘅工作啦，同創作嘅內容啦，亦都掌握咗一啲影片嘅創作同剪接嘅技巧。呢啲嘅知識同技巧呢，唔單止可以令到大家了解到 KOL 呢一個新潮流，亦都為大家提供咗一個記錄人生嘅技術。當學識咗呢一啲嘅知識同技能之後呢，大家記住唔好忘記大膽運用。出面嘅世界就係你冒險嘅舞台，用你新掌握嘅智慧同技巧去探索呢個未知嘅世界，繼續體驗人生嘅驚喜，享受人生。我哋今次嘅線上課程嚟到呢一度，感謝大家嘅觀看。本影片由嶺大長者學院提供內容及製作。